向前好，欢迎收看《出名大会》。你下大家看到了是屏东理工老高雄民农甲改革会所，贵片看那过去，出题有果然天球之外，还有穷安用杀杀对起来个杀杀山老杀杀佛。你係過去20年內，人民非法開採綠色氣脈，春夏來個大佛。從安樣大細細個佛，到2大尾就有80人個安度，做啲講係農田紅個松後。大家看到倆為華島係東江個天然富水，其實呢倆也係跳過個大佛，到個大尾，煙囪熱球落水對起來所顯現嘅，看起來係東江。不過係講跳到下去嘅係垃圾，甚至係有土嘅廢棄物，該有人用嘅山咯。其實為衝擊到嘅就係地下嘅水資源，還有到當地農民嘅耕種生活。水利署到去年開始推動水資源保育沙起，為打幫沙起民眾採地行動嘅力量，強下來修復環境。今年出名大會為起一個當地嘅種條類開工，佢到底要嚟到特別嘅苦惱。老客家又有乜嘅關係？採地嘅居民會用幾多嘅行動力量來回歸家人？你地下都眼皮去到現場開工討論。開會了！好，歡迎大家嚟下聽你講條來到開會討論嘅現場。眼皮為大家紹介今半來參加嘅來賓咯。TV 呢紹介係屏東人環保局嘅局長盧泰英盧局長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縣環保局盧台英。歡迎，請坐。第一位來賓，我們介紹的是水利署保育組的組長王國良，王組長好。主持人、各位貴賓，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請坐。其實我們裏邊呢紹介係民農了解農村天下後悔嘅歷史，溫崇亮，溫先生你好。我們巡守隊大家好，還有我們四村的村長，還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溫仲良。那個提示裏邊紹介又係呢客家鄉親哦，紹介係高雄農村嘅組長李俊文李組長你好。觀眾大家好，我是退伍會彰化農場屏東分場關心組組長李俊文。歡迎四位來賓來到我們的里港，要與我們的鄉親共同討論。我們看到在現場，我們里港信國，還有我們定遠村的鄉親朋友都來到現場，你們好，歡迎你們來。其實啊，這個屏北地區的這個大坑洞的問題是陳年老問題。講大坑洞可能會讓大家忽略它的尺寸，其實呢，那都是大窟窿哈，像一個山谷一樣那麼深那麼大，都是過去20年來在那個土砂石的價格最鼎盛的時候，不良的那些業者去盜採盜挖的砂石坑洞的這些農地的傷口哦。照經濟部列管的統計資料呢，全台灣有350個大洞，那其中238個就集中在我們的屏東，佔了2/3強哦。那過去呢，這些挖了的這些大洞呢，土也載走了，大洞也留在那裡了。那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我們是怎麼樣對待它的呢？喂，牛多必走起來，咩冇牛多？眼半夜我有看到啊，我哋順天我就有看到人查了。發現講壓嘅東西係咧喺總部運下來也處理嘅。那個誰安裝時啊，迄個食也未毒死哦。如果你都是合法東西的話，你就直接回填就好，何必需要再一次怪手的作業？也因來到所採條牌其實係的猶太有成分佛，主要認證條牌啲高雄民農基業，韓國屏東理工業特別有當到偷採沙沙嘅行為。也多年來雖然已經禁止嘅，不過也都付留啲嘅要做乜嘅呢？也做得看到也係付已經有耐囤到轉去，韓國其他所採呢未看得到建築嘅廢棄物，卻貼緊呢下度做程度看顯現。另外，客家島人小片的係一度會付本年度會唔係係乜嘅廢棄物，係公有積水，還未儲棒棒嘅。今年捐課啲事情發生過後，100以前年來聽數。到底也係咩講啊？我有拖緊冇拖緊咧，按你環保單位也要嚟做嘅反應嚟，像嘢
来同安尼多关心啦，安尼。一定期待叶德福本人头到非遗部的问题都能解决。除在高雄民农局用里，屏东理工高速亚大北问题还较厉害。照经济部的资料，亚大北野火喺全台湾前到位，居民游客又多无奈何。垃圾倾倒的，有一些营建物的垃圾，有一些废弃物的，你能说里面有没有医疗废弃物？重力之下怎么没有？有，但含藏了夹杂的。我解决亚的问题，唔当自家来要。利用新规则嘅建议，决定我自家来疏导工业，未希望亚到沙沙嘅火保有生态教育嘅意义。就像係亞櫃台片呢，蔡定仁講係5.3米沙沙嘅火，我本人睇到馬街，可能過去嘅風景就像係自然嘅芙蓉嘅，有可能變做實體來做菜體嘅其中一個景點麼？很遗憾哈，看到影片，这个屏东的盗采砂石根居全台湾之冠哦。我们看到2/3都集中在屏北地区。它的现有的砂石根的分布图来看，排比哈，这排行来讲，第1名是高树，第2名是离港，我们录影的地方，第3名是新园。我们看到离港还没有回填的这些大峡谷、大坑洞有49个，正在回填，有一些地主自行先回填了，有5个正在 ING 啦哈，正在填。然后呢，已经回填好变成一般平地上面，甚至有一些直批了，然后待解除列管的有30个，所以按用嘎嘎起来也差不多有100改哦。其实，在离港的隔壁，这个美浓啦也很惨，大大小小的坑洞大概也有50多个。针对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先请教我们的鲁局长，这个正在回填中的这5个洞哦，是回填些什么东西有掌握吗？然后还有一个已经回填好的这30个已经如履平地的大洞，它填的东西是什么？安全吗？目前在上面看到的这些，大概有大部分都是这个国有财产局的现在国有财产署他们在回填的，所以已经把地买下来，对，国家有一些比较填甜的那个，其实在高速那边比较多，它是并不是比较深的。现在有一些还没有填的，大概就非常深，大概到30公尺的。是比较浅的，他们就填了，他们想要来做一些用途，但是填的整个过程，它都要先报备这个跟我们的农政跟水利的单位要先报备，然后填了之后还要做这个土壤的这个检测。所以你是说，如果假设我是地主，我现在想回填这个大坑洞，我一定得向环保局来报备申请。然后我像那个农业的单位跟水利单位是，那你的了解，他们都填些什么进去啊？目前被要求的只能填这个所谓的就是回填的，这就等于说砂石土啊，就是它通常我们清运砂石的时候剩下来的所谓的水尾土。就是比较细颗粒的这些水尾土，当然它不太可能把那个比较价值比较高的那个大颗粒的土这个填下去。有几个坑洞是当初88风灾之后，因为这个变成砂石银行来填下去的啊。当然那个就是先把它，就是因为砂石太多了，当初用砂石银行的方式存下去。那目前回填中的有几个也是还是国产署的，大概预计在今年年底大概都要把它回填完，它再来解列。这样看到影片，很多回填东西是不健康，甚至是有毒的废弃物，那些营建废弃物也好，或者是肮脏的太空包，或者甚至不明所以的东西都埋在里面，水都变色也发臭。那个不是回填的，那个是他自己另外有一些私人的倾倒。那目前看到的哈，当然也这几年，我们大概都会加强巡守了，虽然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在监视器的系统各方面，我们还在争取，但是有一些大概也都有抓到过，曾经也抓到过这个污泥啊，这个当然就是跟这个电子业的这个污泥啊，后来最近也被法律也都被判刑，然后后来也把它处理。那在去年我一上任的时候，大概在高速的这个部分也有，因为失火啊，我们发现啊，然后后来就类似必须要守株待兔了哈，那也抓到过，但是就是目前看到的，除了上一次那个污泥的之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一般营建废弃物，或者一般的那种塑胶的回收的垃圾，还不算太毒。不是，虽然不是毒啦，但是它这个都是违法的事情。是，好，先谢谢鲁局长。这样我们知道，透过合法正常的程序，我们叫回填。可是呢，乱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大家最害怕的事。中流爱强门哦，其实你也实际带我们去现场看过几个，有一些点，因为它分散很。
就是它的位置很分散，有的呢就在民居的旁边、农田的旁边，有的呢是在很偏僻的地方，连那些小小的产业道路都淹没了哈。那我们看到常常就是说，在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真的白天晚上它到什么天知道哈。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因为这坑洞哈数量其实太多了，而且这坑洞都发生在非常偏僻然后又分散的地方。是啊。坦白讲，如果不是地方上熟悉地形地貌的，你很难找到那个地方。所以这样子就构成了，就是说很多废弃物，尤其在一些非法偷盗哈的一个温床，就很好盗啊。对，而且一般你要稽查很困难。那在地方上，你的了解，目前那一些不是合法程序回填的，都被偷到什么？那偷到的这些坑洞多不多嘞？这样子好，我举个例来讲哈，就是说，因为像过去我们看到的坑都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水利署在清淤河川的时候，不干脆把那个清淤的土直接到回填就好了？对啊。可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河川里面的砂石土它是属于国有财产，可是坑洞是私人财产，为什么要拿国有财产去回填私人的那个坑洞？而且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就有规定，就是你农地如果做非农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义务恢复原状的。那私人想要把自己洞填起来，那个费用正常健康的程序是高的吗？我可以举个例吧，哈，假设以1公顷的那个坑洞来算，哈，就100乘100平方米嘛，然后假设我们一般视觉可看，大概坑洞大概都在20米上下，所以大概就是20万立方米，很大很多。也就是说你要回填的那个土方至少要20万立方。是。那我们曾经有粗算过。就说假设砂石免费好免费，光是车辆的运载的费用、跟怪手、跟管理营运费用等等哈，是1公顷的那个回填大概要3-4千万。3-4千万？对，可是平民百姓付得起吗？应该是这么说，可是这里的土地的市价1公顷其实也不到2000万。我不填还没有要花那么多钱。好，那我问题要请教，如果说填一个地把它填平要花这么多的钱，一般的地主农民是负担不起，那的洞又凸显在那里，农民会怎么样来处置它呢？就是接受到倾倒废弃物吗？我现在也许不见得是农民了哈，就是地主本身，因为这里的土地可能都经过多手的交换，那我只能这么说，就是说，当今天法令上就说农地非农用的时候，地主有义务要回填它，要恢复原状。但是我们发现，你恢复原状，如果是回填一般合法的砂石的时候，那成本上是算不来的。成本是你的土地市价的那快1倍的时候，这时候你如果说硬是要它回填，那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只有导致就是说很有可能会逼得地主回填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反而有可能衍生更多更糟的问题。谢谢仲良哈，其实也没有多久啦，就是前1-2年我们在高雄旗山那种废炉茶倾倒的事件或汞污泥，其实都吵得沸沸扬扬，整个南台湾的环境议题产生了重大的危机，都是这样利用这样的。过去是盗采砂石把它当黑金挖来卖，现在这个大坑洞刚好变成那些很难找到去处的废弃物最好去的天堂。那问题是在大坑洞旁边有没有聚落呢？有没有人在生活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地离港滇缅四村的居民就在这里生活。我们现在居民担心的是什么？这些砂石坑的回填如果是正常的 OK， 但是如果是乱倒有毒废弃物该怎么办？它影响的是整个地下的水源还有浮流水。看到什么？包括汞污泥啦、废炉茶、建筑的废弃物。刚刚鲁局长说，虽然说它不是毒到不行，可是现在也没有在正式合法回填物之列啊，所以这到底有没有管制的问题？那它会产生什么？第一个是首当其冲水源，我们知道屏东整个地下水是重要的水库来源水源还有它上面已经覆土之后，这里有种作香蕉，也有种作凤梨，可是如果泥土下面是毒物，种出来的作物堪虑所以整个社区的安宁这样子的砂石啊，然后这样倾倒，我想在社区上也很难安宁吧。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忧虑，我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的现场，我们的乡亲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谈谈吗？你们就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多年来你发现到大坑洞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跟伤害？请举手。这位先生你好。我为什么要把这张图拿下来？这也是我们巡守队巡弋热烈的点，也相对我要强调，就是主要是强调有些是说村庄身边有大坑洞，但是空照图之下，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滇缅4村，第3村、第1村、第2村、第4村，所谓成功、金钟、信国、定远4个村，各位可以看看所列管的，我们屏东县200多个不谈，我们就身边我们巡弋的，这边是高屏溪，好，就我们这4个村的大坑洞对，4个村，各位可以看到，也标示出来砂石坑，这靠河道的这条砂石专用道这一条。
菜刀啊，这是河面，就我们居住的1、2、3、4，就至少4、5个有了。是，所以各位我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已经身处在这个危害之中。大家可能平常是平面在行走，没感觉，是，不就一个洞？对。根据刚才主持人讲，这个洞不但是危害了我们这边，但是大家不在意、不记警、不注意的情况下，换了20多年，20多年存在，但废弃物存在也20多年。所以你说那种真正到安全的沙土回去的很少，大部分你看到都是废弃物、一些营建的不要的一些物料、废渣。那请问，那一些对你们的平常生活或种作或水源有产生什么具体的伤害过的吗？好的，我就根据这个刚主持人也问了那个列席的这个来宾温先生。1甲地它回填成本高，对，我试问各位，这甲地我要回填将近2000万左右1甲地，我要用什么垫底？刚才局长也有提到，我一定要用洗刷土，就是沙场产生的废弃这个洗刷土，那很好土，就是粉饰土表面，我再把它弄成之后垫相对80%的土垫在底下，是一些废弃物，有营建，有农作物，有一些废弃物等等，但是。根据我这样讲，营建大概是砖头，或者是那个农作物，但是你能保证吗？它夹着农作物里面中间，因为我也是开过怪手，我开过砂石车，我知道我们怎么装料怎么仿，装料中间装过来是颠倒翻过来盖下来，你看到2层都是安全的，表面是干净，但是内里是什么不晓得？中层是有疑问的，是，所以刚才局长讲到，在人力配备上不能说没有的注意到。你倾倒费1甲多的地，你要倾2000多万，我要用什么来倾倒？是，所以你们发现到，本来那些料还可以追踪得到，后来追踪不到的时候，料去哪里了？那但是坑洞又一个一个的拼起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地方的忧虑。先谢谢你，你请回之后，我再请教开放其他的乡亲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一并提出的。第一点，在国土富裕保护水源资源上，我们有哪些措施跟计划？可以告诉我们吗？是。第二点，为发展观光，我是建议3级主管单位是否将那个砂石专用道假日的时候移到堤防内，就是在土库段79K 那个地方，以刺激我们那个观光人潮来的时候，他的生命财产受到保障。所以呢，地方的乡亲很想知道相关的主管单位会怎么处置这些大坑洞。那问题再回到这些大坑洞到底对地方居民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我请教像如果大坑洞刚刚如大哥讲的，到一些我们不明所以的废弃物进去的时候，它第一个影响的是地下的浮流水或地下水源。那我就请教大家，喝的水到底安不安全？你们的来源有乡亲可以来跟我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先请大队长。我们这边的水源我们这边的饮用水几乎都是地下水，都是抽地下水来喝嘛那在跟那么多的大峡谷就遍布在你们的生活村落，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们都用地下水嘛，对我们对水源的保护是很重要的，是，所以说我们才会成立这个巡守队。说实在的，这些东西拉拉杂杂的东西很多，我们也没办法确认它是合法的、不合法的，有毒或者有毒没有毒的，但是喝的都是未定之天，都不安心。所以说，我们的居民目前喝的水大部分都要去外面去购买来。这样子那你这样子水都只能靠外面买，那就是矿泉水一箱一箱的进货。那事实上地下水不怎么敢用，顶多拿来洗澡。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来维护我们的地方的这些水源？那我问题请教我们水利署好了。其实水资源的保育除了是说汛期产生的洪患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水很怕污染，因为一旦污染要把它清进来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对这个地方来讲，他们其实下面的地下水源受到这样大峡谷乱埋有毒废弃物的一些压力，他们的饮水资源受到很大的威胁。水利署在这一块怎么样来处置呢？这部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监测的资料来了解实际状况的这个地下水源的一个水质的一个状况那像我知道说水利署在去年104年就选定我们滇缅四村这个聚落来作为一个所谓的水资源保育社区，重点是透过营造社区来保育那块水。是没有错。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我们认为说
这边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坑洞问题哦。那刚刚有在场的一些乡亲也提到这个。这个坑洞里面的一个埋设的东西废弃物到底的一个问题等等那我们觉得在这地方成立这样一个推动这样一个那个水源保育社区那结合在地的力量就是公司来协力来去共同努力，我想这是相当有意义和重要一件事情。那我们环保局其实对这种废弃物还有废污水的问题查就要很严谨。刚刚2位乡亲都提到，到底这个作为的公开程度，还有到底具体掌握的事实，还有怎么样处置善后。坦白的讲啦，那倒一些小堆，一下倒一堆这种。这个经常都有，不是无伤，经常都有。你要抓，当然也有抓到过，我们抓到过好几次但是重点是你现在就是你一直这样子来抓，一直这样抓，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当然，第一个你抓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监视的系统？因为它到了，你没有当场到它。抓到它，但是你可以循着这个监视系统来找。所以您的意思说，第二个就是说，阻止回填会有一套方法，可是也许你们将来希望可以活化利用，就根本杜绝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来活化利用回填，或者是说将来的活化利用，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愿景。可是，在做到那样一步之前，现在地方上会面临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困难，值得被更关心哦。其实呢，讲这个水资源保育社区是水利署在去年正式要推的。信国社区呢，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啦，一个统称，其实它包含了信国、定远、成功、金樽4个村我们看到金钟跟成功是在高雄的美浓，然后跨一条道路，信国村跟定远村是在我们屏东的里港，今天录影的地方。那4个村呢，其实分属2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可它在文化跟血缘上呢，算是同一块，就是鼎鼎大名的滇缅异域孤军后裔生活的区域50多年前，他们被安置到台湾来，当时从这里生活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现在会因为这些大的废弃的砂石坑，让他们一切的财产再从有变成无吗？Nico 好的关系。这个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旗。望着的脸孔有红色的看电武炮相片，连续头8个月的民国50年，马友福听到越南人民反恐志愿军来到台湾，就开始对他乡动员的审判。坐C119的以前的那个运输机，回到屏东机场下飞机以后，政府就安排给我们在这个老龙溪这一带，苦到看不到一棵树，也望不见这个一捧草啊。这是真的，这个家里面养了一个老母鸡，准备这个传宗接代的，都被太阳晒死了。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家。从马友福中央一度对缅甸、辽国、泰国来到台湾的亚裔缅甸孤军，前面本日安置地鹿农海河坝村石头泥岩嘅所在，建造爱些开山打那来建立家业。头摆被到落实，后生意都存在种大病。现在来到亚嘅天一台，路为路，无铁的，有见来见到嘅天一台进到家乡，看到家头安全点样嘅家业，头摆本日头菜沙沙嘅，也下要用熱來頭到飛起物，家到嘅天成立純屬罪，來保護家己，來保護自家嘅家園。人家覺得說看到有人在守護這個，遏制他不要再到那有毒的廢棄物而已。什麼長期就是用這個水有沒有地下水在使用啊？想說這種問題再不重視的話，有沒有也沒辦法了吧？鹿農海係南部地區重要嘅水源，河壩水要當當會沙沙嘅品質更好。國作水利署韓國民農農村田園合備，希望對保育水資源嚟做建設。來主動沙期嘅社會行，帶領大家見認識地方嘅沙沙嘅景觀，韓國沙沙嘅野產業。並沒有去盜挖，也沒有到河川去盜產，只是砂石場它只是一個加工業而已。我們隨時都歡迎各界都來參觀了，因為我們砂石場沒有什麼隱瞞的地方。
沙期同业者都懵地，大部安尼嘅势力下，會改變大家對沙沙廠嘅刻板印象。安尼每個要行卡當然，很多了解財地產業同居民嘅生態情形。韓國面對嘅沙沙嘅開發留下來嘅環境影響，大家向下對從事水資源嘅保護。杨偏都該向信講哦，這個問題不解決處理不行了哈。那我們剛剛有看到數據說，其實現在在離港地區啊哈，這個還維持沒有回填的大洞將近50個，有49個嘛哈，然後正有5個正在回填中啊。填什麼東西雖然都要跟環保局報備，環保局在填之後也會去做稽查，但是呢，在這個填的過程中總是藏着很多隱憂，因為它分布實在太遠又隱秘，而且這個人力管不勝管吶哈，所以要杜絕這個隱憂，在我們的相關單位對它的未來遠端有更好的處理辦法之前，現在可能重點就會放在這50個大坑洞，先盡量維持原狀，不要回填。如果你填的是不 OK 的東西的時候，所以我們也知道，剛剛透過影片，原來我們鼎鼎大名的滇緬異域孤軍就在這裡哦。我們今天請到我們的大隊長，也是剛剛在影片中看到過去的滇緬孤軍，事實上他就來從事這樣的一個組織。我們來聽聽看，他是怎麼樣在對社區的巡守做了哪些任務的分派。馬大哥，這塊土地是我們第一代的人民分配到這個老龍溪畔的河川地上。當初除了建築物，就是住家小小的一個住的家以外，是住家外面的景況跟我們現在看老龍溪上的一模一樣。因為我們來了這邊分配在這個石頭地上，日以繼日的在那不停地做，經過數十年以後，才能有一些東西可以慢慢的種植。是，那個經過50年的奮鬥，才有今天的綠野大地。我們看到這一片綠野大地即將又要毀滅，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守護這個土地。魯局長，我就要請教，像我們屏東縣社區的巡守隊有多少個？每一年我們環保局給這些巡守隊的預算跟協助是什麼？你一個軍隊要出去，總要有一些配備，要有武器，不是嗎？那巡守隊通常是等於說我們稽查的前哨了，通常發現什麼問題，大概直接跟我們講，我們配合一起來，對，一起來協助。那平常他們也對一些環境維護的工作都會做。那雖然坦白的說，這個是算是志工的部分啊，我們大概一年所可以編列的經費並不多了哈。那大概我們整年啊，這個13個巡守隊的總經費也不過這100多萬啊。那大概也都是大部分也有一些他們自己掏腰包的捐款。那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怎麼樣大家結合在一起。其實這個巡守隊也是去年這個美濃田野協會他們在選定，看看能不能在哪一個地方啊能夠有這個類似保育社區的這個部分，我們就特別希望他們在信國跟在對面的這個等於說離港那邊的這個社區來一起來做這個工作。那因為這個部分都是因為有這種類似所謂的大峽谷這種坑洞的問題，如果地方能夠組織起來，然後跟我們一起來合作，當然我們這邊其實也在努力，比如說我們去年也就開始跟這個環保署，到今年我們還繼續跟環保署申請一些主要的這個設置的這種攝影的就是那個路口監視的系統。那另外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最更長遠的希望，在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水土保育的專區，因為坦白來講，真的是這個地方的水，如果地下水補助，對這個地方影響還不大，真的影響是到高雄。所以你們的策略也一直在思考。對，我是覺得是能夠把這個地方把它活化，然後真正好好的使用。是，所以那個防堵大坑洞、大峽谷的傷害繼續的擴大蔓延哈，當然一直要不斷的思考策略。那目前呢，能阻止就要盡量阻止，包括我們巡守隊的這個軟實力介入，還有我們的路口監視器的這個全備系統，盡量的要把它的水準拉高了哈，都是連下還會我三萬打的事情，先不用管，楊皮狗準備。歡迎大家過進到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呢啲嘛，哈，呢南埔綠隊提起就提到嘅下港音，不過可能很少人知道，其實這裡呢，滇緬四村也是全台灣雲南人最多的地方。國共內戰，
14年的抗日战争，还有金三角这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这些历史过往，在很多我们现在台湾年轻人的心中，可能只剩下《异域》这部电影啦。透过几张珍贵珍藏的资料画面，我们来做一下时光机，回去到过去。所谓的这个三不管地带的这个金三角，过去我们很多这里的祖先长辈，当时都是在这里打国共内战，一边打缅共，一边打中共，一边打一边退，完全没有补给后援，所以当时打得很辛苦。我们看电影《异域》哈，现在看起来都很感触。所以当时呢，被遗留在那边的这一批我们讲的孤军啊，本来只有2000多人的规模，后来加入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军眷后裔，还有那些反共的那些义民，加起来到时候当时已经有1万多人了。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代也更替了之后，他们因为在泰国、在缅甸没有合法的身份证啊，所以不能留下来。当时就是透过了我们的国联专案，所以就是分批的牵扯到台湾来安置，就是今天我们录影现场所看到的大家。所以我们知道云南的几个少数民族哈，就是云南人在台湾。好，影片看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是知道说，我们所谓的义胞撤退，原来在我们的屏东离港，我们的高雄美浓所谓的滇缅四村，原来是2战历史连接在台湾发生的地方哈。当时这样国共内战后，这样辗转的一路打一路逃，边走边退。民国50年以后就迁到台湾人，当时有4000多人到台湾来安置，大概有4个地方：桃园、龙潭、高雄跟屏东的离港，我们今天录影的地方。这些大概有个共通点哦，被安置到这里的滇缅的义胞还有孤军，他们的生活其实都很艰苦，不是山坡地就是沙砾地，寸草不生，所以当时经营的生活是相当辛苦。那已经到这里生活50多年来了哈，我请教一下在地乡亲，除了说当时在垦荒的那一套辛苦，一直到现在，过去是没有人要的砂石地，现在被大家看成是黑金，边卖边挖，那造成的土地的伤痕，这几年来你们发现社区上的生活，你们感受到的是什么？也可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57年生的，我们第一代就承认我们大连刚才有讲了，很辛苦哦。因为当初我们长辈是尤其部队就是拿枪的，那突然之间来了这边，所幸我们承认我们那个李局长也讲，高雄农场以前叫行政院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哦，就是来政府来辅导我们，就发了锄头了哈，还有养小牛之类的，很辛苦。像我父母，现在我们晚上在利用那个还有夜亮的时候，去把那个石头啊，在田边耕种哈，都是，然后那个种那个什么烟草也不会种了，种稻子也不会种了哈，就慢慢辅导，然后大家看看慢慢的就成长了哈。是。那后来呢，就是发展到50多年了，现在可以看到。陈总那个大爹讲了一句话了，张顺大爹，麻烦你讲一下哈。我们大爹，我们那个他是算大爹哈，第一代哈，第一代大爹哈。他前2、3年到我们家去就聊天喝茶哈，他讲一句话，我们现在村庄部落田地哈，又都已经买掉了啦，买掉了哈，因为经济还是比较的就变大峡谷，他就这样举我们的土地房子又还给台湾人了。又还给台湾人。我们社区目前也有文物馆哈，那这是文物馆呈现什么？就是我们一些长辈他一些历史相片的哈，那一些文物，云南的文物，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块地，就是小云南村哈，里面呈现一些文物相片，让后代子孙知道我们长辈如何从大陆，因为民国38年国共内战的关系，颠沛流离哈，国民党或者国民党不和的关系，就是跑到金三角。然后民国透过国雷计划，然后安置到台湾。什么叫国雷呢？所以理事长，事实上就希望，再把我们的水土环境富裕好，然后同时搭配我们社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可以再创出新景。先谢谢理事长。好，谢谢。隔壁座的也有在地的居民，我想请教一下，你好。那个时候，因为父母亲在这边真的很辛苦，他们以前在耕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从小就跟着他们一起在田里，就是他们只有一双手。一双脚，然后手上只有锄头，圆锹在那边哈，就是说在挖地。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问过我爸爸、我妈妈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个样子？爸爸告诉我一句话说，你看这一眼望过去都是大石头。他说，丫头啊，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耕种的话，要怎么办？你们吃什么？用什么？怎么来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国中毕业以后，我绝对不再读书，我就要出去外面工作。所以你是在外面工作过多久，然后才愿意回到？30几年。是。我讲到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可是我们
土地却在我们这一代毁在我们这一代，真的，你看现在我回来到这边，我看到这么多砂石车，这样子盗采砂石车，甚至于是跟着外面的人这样子来牵扯来盗采这些砂石车，心里有何感想？又气又伤心。真的，你知道吗？过去的这一块土地，我们是多安心的可以住在这边，我们根本都不用怕，根本。我们小时候当然有人会骂我们说你们这些蚂蚁包。会骂我们，可是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话。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也会回到这边来？你熬过了文化的冲突，可是面对的却是这种土地的伤痕，而且要复原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罗大哥，我们刚刚听到朱大姐，她其实也是很痛心的说，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环境守护好来，把以前干净的环境叫回来，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滇缅四村不会是偏远然后那么没落的四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所谓废弃物，我问一下卢局长，营建废弃物最近到的最多就是砖头。砖头大家要盖房屋砖头，这个是市区产出的废物。所以有些业者这是变暴利种，大家看电视都有。这个价码相当高，我可以跟各位讲，一台车15方的出来就要8000起价。他去哪边倒？这不可而知就知道他往哪边倒，他倒了丢了就走。你环保抓到，然后4万5你开洗掉。我现在问局长，现在废弃物标准我们要执行上，你标准的值给我们一个，要定得清清楚楚的，是的，才好做分别。因为业者我们多少会有冲突性。我说，如果你倒废弃物和营建物品，我刚才讲过，它底部一定是先倒一些不要的，好不好 ？OK， 你这个问题待会就来请教，请坐。那张大哥，我比较在意的是我的祖先埋在我们的墓园，然后也被人家听到废弃物，也是倒废弃物啊。对啊，也没有人去管理。那我们现在想去管理，又出师无名啊。我们想去整理的话墓园的所有人他同意吗？墓园的这个土地所有权人是谁？目前好像是辅导会的吧。就是高雄农场他们在管，有什么样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吗？我们怕我们去做了，人家说你是给我乱搞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想说辅导会这边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代管权给我们，让我们巡守队去出师有名啊。要不然我们要找经费也不是，不弄祖先每一年清明节就去清废弃物，过了又去倒。这是我发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好，我们这样听起来其实有2大问题。其实鲁局长面对大峡谷的问题，其实怎么样去帮在地居民解决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焦点。现在还没有回填的沙子坑，他如果要申报要回填，他必须现在目前只能回填这个沙石料。如果是营建废弃物，现在是不准的，可是都填了。他如果有填，只要有填的这个。只要抓到，我们当然就是罚，然后要命其移除。上一次我正好来，他们有跟我们讲，正好我就过去，然后有一个，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后来就过来稽查，就是在这边北边一点点。虽然那个地方后来我们去定界是在美浓，但是我们也跟高雄有做一些合作，那个沙石坑就是有。埋了营建废弃物，现在也大概也把它取缔，要求它要移除。也就是说，现有的不可以任何的废弃物，包括营建废弃物都不可以。现在项目其实都规定的很明确，对，是明确。稽查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跟社区，当然最起码现在我们跟社区的巡守队做一个合作，然后他们变成是我们的眼线，然后他看到什么不对劲，赶快通报。他只要把记录留下来，各方面我们大概就有靠那个记录。就算当场没有抓到，我们都可以。对，他地主有地主嘛，地主就要负责他的这个清理的工作，他甚至于他会被开罚。那然后还要命其把它清除。这是第一个部分。但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希望就像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早在20年前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你真的要回填实在非常麻烦，而且大概没有办法。那事实上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个跟水利署来谈，把这个变成一个水土保持专区，把这些地都买来以后来变成国土富裕的这一块地，然后变成甚至于它还可以就是恢复到真正的以前所谓的现在没有办法做的那个高屏大湖。那我们把废弃物
这个都清理出来，然后以后把它管理，甚至于巡守大家一起来维护。其实这个费用啊，比现在的高屏大湖的第一期哦，只是第一期的费用还要低，但是取水量会比高屏大湖还要多。显然是事半功倍的好事。那仲良，这样其实听起来，私人要来处理这些大坑洞很困难。那到最后，其实国家来征收，做长远的规划，又能够补助地下水，又能够解决水患，其实那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但是现在地方上可以做些什么？这么多分散又大型的坑洞，你今天如果说是要把它那个清除，然后回填，事实上我们发现，刚刚我们也比较过嘛，是，好，你回填的成本高于你的土地市价的时候，你要求地主自己去回填，其实是有点不现实。你硬是要求他回填的时候，只有可能就是造成偷偷的埋各种乱七八糟废弃物，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建议就是说，与其如此，倒不一定要回填。是，不如做多元活化使用，就当小水库来用了。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那既然这里的我们为什么要就是守护这个地方，就是为了避免污染地下水，因为这地下水攸关下游的高屏溪的取水嘛。那这样子的时候，那如果这些坑洞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地下水补助的时候，它同时反而事实上我们是把危机转换成一个转机，它有可能是有助于下游的一个地下水源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是一个活化的一个策略。是。那这样情况下，可是这样是国家才有办法用国家力量去进行一个国土服务的工作。那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没有个困难点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是刚刚大家提到，就首先我们要针对这里的废弃物要有一个处理的办法，包括检测，知道说下面到底埋了什么东西，然后要如何清除。这要有个清除计划。对。那清除了之后呢？那在接下来可能也许需要跟水利署单位这边来进行一个什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补助的一个试验计划？基础设施要把它打下去吧。对。那可是这些过程哈，没有个3-5年，坦白说不太可能看得到一些基本的成果。但在这3-5年内，还是有可能被偷盗啊。对，所以现在就阻止偷盗是第一要务啊。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社区它又可以扮演它的角色。那角色在于说，社区可以在这几年内，就是以就是自主巡守的方式，至少呢透过巡守队这样一个成立哈，挡一些。对，先遏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偷盗问题被恶化。是，好，谢谢理事长。那我请教一下水利署，其实因势利导嘛，哈，把现在劣势扭转成将来是变成一个优势。那这样呢，把这个大坑洞变成小水库的这个身份上的转化，第一个先把持住，要守住的那一套防护线，就是不能再倾倒垃圾了啦哈。社区巡水队有一定的力量，过去大家打游击战哈，没有在怕的。那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外援的部分。那个大坑洞里面的废弃物到底是不是怎样一个质地，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个实地的调查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可能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合作看看哈。那或者说刚在场各位所提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在成立这个有关这个保育社区，就是水源保育社区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只有是在协助成立这样的一个巡守的一个机制啊哈。那我们可能也是透过这样一个计划过程当中啊哈，能够让这个我们在地的居民哈都去了解什么样的社区进行这样水源保育的一些机制，可能会透过一些课程，也可能会透过一些像说我们今年的计划也是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在地的这个社区能够变成一个就是水源保育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我想这是一个典范。信国社区的形象要转一下哈，20年来的老问题，现在看到解决的契机了哈。高雄农场，我先请教你，刚刚因为有乡亲提到，原来除了说在大峡谷那种坑洞会被盗，其实平地作为坟场区也会被盗。那事实上呢？都是先祖先烈，大家都是很感情很深的，是不是真的？高雄农场所经管目前给这些遗眷的土地上的限制，还有使用状况是怎么样？能够回复这位村民大哥提出来的问题吗？高雄农场就是当初为了安置这些从滇缅那边那个地区过来的那些孤军而存在嘛，他们来这边之后，就土地给他们开垦之后，当那些孤军。那些孤军那个年老之后就亡故就我们就划一块土地来让他们落土为安所以那个墓园就是我们当初规划的墓园。现在的话，就辅导会的立场而言的话，我们也是有春秋2季，就是我们会那个来祭拜。我们这块的部分，我们也是会跟那个
社区这边来合作，就是我们这边会派员巡查，另外的话也请社区已经成立巡守队的话，也是我们一起来巡查。所以那种倾倒废弃物的状况可以把它减缓、降低、阻止下来。那刚刚春明大哥提到是他们想进去管理，但是不敢进去。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恐惧跟不信任的感觉？对，这是国有土地嘛。至于说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来进为自己管理的话，这部分我们带回去，我们自己研议会再讨论一下。是。好，我们话题讨论到说，其实这种环境的农地伤痕，现在相关单位都一直在努力想办法，社区也是自力自救。那在面对环境伤口的同时，我们仍然要继续生存，要为了那一口气还要继续努力。那我们就要来知道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滇缅市村，这个所谓的信国社区这样一个集合概念的一个特色的社区，它还有哪一些的产业之路可以前进？你现在调个哈不给样片，然后继续来讨论。用牙签把它里面的这一个花这个挑出来，这一颗心，因为这一颗心它会涩会苦。先吐出芭蕉花，恢复白色的蔬菜，村内拿来切到幼幼的，再个用清水撒花膏，等到木头大大的，用到位油，用到位掉落去拉把嘅，一出炒芭蕉花就做得出作嘅。还有也盘尖长的荷兰豆粉，无论是哪类糖胶，也是健高涨类食，也对喺啲台湾的云南、缅甸族群来讲，都会一定赞美家乡味。我以前呢，要吃就可以做这样子啊，做来吃啊，这样做。还有芭蕉花啦这些，不过我们吃习惯了哈，觉得很好吃的。做个按澎湃、按传统的油醋滇缅料理，做出味儿是油醋的主菜之。特别菜安用的料理，韩国油麻鸡骨都会对洋阿妈嘅好多嘢。把妈妈他们以前的那种味道，爸爸他们的味道找回来，这样子哈，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把我们这种的传统最原始的传统，然后把它发扬出去。然后，可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村上，我们这边妈妈他们以前的故事，把它让外面的人知道。特别料理都有一个故，都会讲旧时家到很用的口名会离开家业。来到台湾过后，你哋天天嘅天贴嘅，家哋嘅食材文化就係菜地嘅其中一個特色。未認真經過58年，家哋做出容易俾台灣嘅成法咧，就將係頭擺滇緬個族群嘅傳統茶壺，也結結係家哋重要嘅場合，我就係表演嘅其中一個陶器。ลอยกระทงลอยกระทงลอยกระทงกันแนวมาเชิญน้องแก้วมาลินลำวง这又什么节日啊？我们跳舞班妈妈，我们班长要什么节目要跳舞可以穿啊。每個月頭擺結團建設能力嘅啲台灣上建業單，大幫沙期別項北嘅圖，韓國文化館地圖嘅小姐，主題愛韓國當然來認同同認識嘅下掉，為希望發揚菜地彰顯為滇緬文化。过去透过苦难的生活，就地取材，抓到什么只要是绿色的便是菜哈。但是巧手调制，做出一道一道现在台湾人反而吃不到的这种特色料理。这些特色料理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没落偏乡可以翻转的一个关键哈？那高雄农场的经理、行销经理也在做。请教一下，其实我们这里的特色一点都不会输给其他地方，这会是一个卖点或者是一个亮点，要被去推出来。品牌啊在哪里？像刚刚有这个前辈有提到，他说是不是假日的时候，我们的砂石这个专用道路可不可以把它做一个调整？其实这就是我想跟做的这个建议。我们在接触旅客来我们这边农场这边休闲的时候，常会问我们一句话：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哎，我们前面是云南的村子，他们那边的美食非常好吃，你们可以怎么样去。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也在尝试的，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这4个村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串联起来？就是把你们的巡守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变成一个脚踏车步行的一个这个游街的道路？因为大家现在的观光其实很单纯的就是我们要让大家有景点可以走，让大家有安全的路线可以去走。
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假日的时候的砂石车还是太多。我们不放心让我们的游客因为我们的介绍，他到哪边去，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负责任，知道吧？所以我们也很建议，就是说，刚刚有这个村民已经提出来了，我觉得说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是不是我们可以跟砂石车的这些业者跟他们沟通？假日的时间，你们能约束就约束，能避开就避开。你把几个主要的道路空腾出来，让我们的游客可以在里面这样子安全放心的在里面的旅游。这样的话，我们地区发展起来了，我们也与有荣焉。报告完毕。我想经理也提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错的建议哈，也许我们带回去县政府也能够做这方面的讨论。宝妹从良，冇想到哈，其实俩大部大家想到立功都会注脚。不但想注脚，还有那个台风。除了俩负面的印象之外，哈，看到俩还撒气，因为就还冇强龙改缝隙，暗黑地景也是地景啊，从冇咯哈，所以大家你下四条走个整合，你都要采提风做得本地的天修，还有保姆业务嘛个感想要做得做专门个会议。这里哈是高屏溪的上游，有关整个下游270万高雄市人口的水源的一个保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是。然后第二，这里是全台湾砂石品质最好的地方，所以也是全台湾砂石业最蓬勃的地方。是。然后第三，这里也发生了，就是说这里是全台湾砂石坑都被盗挖哈，那农地被盗挖成砂石坑洞，也是全台最密集的地方。好多第一耶哈。对。然后第四，这里也是全台湾泰北滇缅孤居来这边安置人口最多的地方，而且这里的人口总共有4个国家。12个族群在这里，哇，好多元。刚刚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饮食上面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是。过去就是高雄农场在这边来辅导4个安置村的发展过程里面，未来我觉得这个高雄农场它的未来在整个经营上面也有可能变成是整个市村未来在整个对外行销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是。然后再结合地方上这些资源，而且资源。我们也担心，就是说怎么不要被滥用，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刚开始在谈社区发展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以观光或者是经济发展为切口，而是以什么？以水土守护，水土的守护，从守护自己家乡开始，这里才会创造出一个守护的故事。那当你这些故事出来的时候，外界才有可能认同这个地方，进而会喜欢这个地方，那他才会来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它有可能形成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们跟社区居民，大家可以共同努力。谢谢。问宠量哈，所以呢，文化的族群这样子的特殊性是有潜力的。不过呢，先停止环境的伤害。以上係今晚村民大會嘅討論，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你再會。